好，來繼續來看高雄有民眾8月初8迄天，登去中華分行的後頭厝來慶祝着爸爸節，想袂到停佇門口的轎車，互另外一台轎車高速來追撞。警方到場處理，發現25歲肇事的駕駛毒品快篩是陽性，當場甲人逮捕，移送法辦。啊，加在車主一家人也被就車逃過一劫。白色轎車停佇人家厝的門口，後壁一台紅色轎車駛甲真緊，雄就要弄過來，車頭瞬間開花，車身海馬180度才停落來，弄一個真大聲，這個厝邊隔壁驚一跳，趕緊走出來看，當時鬥相共報警去處理。車禍發生在中華分行鄉的中南路2段，車到下晡2點外，紅色轎車駛真緊去弄到停佇路邊2台車，鈑金害了了，加在當時路邊無人經過。25歲姓吳的肇事駕駛家己落車，警察人員到現場甲處理空喙。伊的頭殼遐有真空，會痛嘛無咧插，徛佇邊啊，一直敲電話。實施毒品唾液快篩。結果毒品呈陽性反應，不能安全駕駛，公共危險罪嫌，移送。警方進一步調查，這個事故不是單純的失控，因為肇事駕駛毒品的快篩是陽性的反應。事發現場是路廠廠，鈑金零件落甲滿世界，這零件鄉鎮出現毒駕，在地鄉親會驚。這出去是開5塊，都是用灰的，再得回來清楚。沒有，他們要準備回去高雄。這台被弄到的白色轎車車主老爸講，因查某囝迄天規家伙轉後頭厝，到慶祝完父親節，正要落南轉去高雄，想袂到停佇門口無個被弄到。警察講，肇事車速有夠緊，緊甲袂輸你8共款。加在當時因查某囝這家伙也未上車，干那車歹去爾，逃過一劫。